Hello， 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起来咯》。今家杀去洋葱有几种无共样的方式，今本日的来宾就用自家梦想中的方式，开一间咖啡堂来做自家的杀去洋葱哦。到底佢用的乜嘅方式，又用乜嘅內容呢？家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歡迎我哋來自閩南嘅王志遠，志遠姐。主持人好，全國客家電視台嘅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閩南嘅王志遠。哇！歡迎志遠姐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志遠姐，坐下來啊，我都感覺講你嘅氣場嘅氣勢吼，同我哋無共樣，很專業，親像主播嘅感覺呢。你頭擺嘅工作係做乜嘅？先感謝主持人嘅讚美吼。我之前嘅工作，我做過美容，做過一條健康管理嘅先生吼。最近嘅時間呢，都係我做補習班，開補習班，都直到我嘅生意呢。出生，都15年來都做媽媽嘅角色。等小朋友上大學了，我哋開始講我過來美容。難怪按叫伊個工作嘅培養吼，本有一個輕專業嘅感覺咧，係啊，坐下來嘅知識比我還高強主持人。謝。安尼志遠姐，頭都講到唔係來自美容嘛，唔嗰種本身係美容人，也係好似咪辦到美容業啊？我以前我係土生土長嘅美容人嚇，我結受結種咯，都是美容完成，我學業直到結種畢業啦，開始高中來去當去市區讀書，所以離開美容也算幾10年嚟啊。哦，你有段時間離開嘅美容去工作，好似咪咁搬過去嘅。你韓式都睇，其實你睇美容生活都睇嘛，到讀書咁搬出去。這個來講，美容對你嘅影響係乜嘅啊？韓式影響。我一段記憶哦，真是一生人都唔會記唔得了。我哋嗰時嘅童年真是真係精彩啊！嗰時嘅嗰時候有一條農藥。所以呢，田土裡講蛤蟆咧，那邊嗰度昆蟲，嗰度唔通看得到幾好嘅生態啊！嗰奇妙嘅童年啊！以前台東嗰時就種嗰度渣嘅，嗰度渣嘅安尼是天然之間安尼，後來會綁渣嚟食。綁嘅火柴紅嘅嘛。錯。我眼都知啊，一團大家都應該都有印象。安尼志遠姐，離開美容之後，工作嘅按多年嘅時間，係乜嘅原因幫你想講？我愛辦過去美容嘅喲，係乜嘅原因呢？係一方面哦，我用過規律嘅生活啦，所以我就算係市區，我想用嗰做放起來嗰做水磨，而都時常都嗰種上下人啊，所以既然生意嘅太嘢哦，我呢經營階段性嘅完成嘅，所以我希望個美容都係首選啦，我想過來過一條頭擺我記憶中嘅生活。真是就如願以償啦。歸去屋卡嘅安尼啊，辦歸去開一間咖啡堂，冇想到一件事情，結果又開一間咖啡堂。有樣主持人講嘅錯個，其實一個也唔係我規劃中嘅事情，只是嗰間咖啡變得係咧，大家嘅革命飲料嘅哦。咖啡都最好嘅一種入門嘅一種同人接觸嘅一個最好嘅安尼媒介，所以我尋到一個地點都見湖那邊一個地點都到太魯省，以用咖啡嘅方式嚟上都最簡單同人客互動嘛，所以都有個因緣具足之下，我都開一個咖啡堂。安尼談好咧，志遠姐，唔見家開個咖啡堂嘅位置，就那個位置來講，唔係頭擺喺美容嘅路喎，係另外在前面嘅地方哦。錯，佢唔係喺路喎哦，其實我哋路嘅離是差唔多1公里至差唔多一個距離，但是一個都緣分啦，因為一間路嘅賣幾多年，都冇人對買起來。都把佢訂下來，訂下來上而家開咖啡堂哦，所以我哋買起來爭利，亦都幾接近我想去喺啲地方，可以交朋友做生意，又可以實現我嘅田園夢，所以我同我嘅住所1/3對拿來做我嘅花園特別菜園。安尼志遠姐，談好了而家咖啡堂啊，唔單止係單純嘅一個咖啡堂，後邊還有種菜、種花、種公園嘅共用嚟吼。有樣，因為一個希望係一個下半生嘅生活哦，結合我嘅心意，比如講種花、種菜、種樹嘅，然後全部都係歸各意做嘅事情。
所以喺咖啡糖底杯呢，弄买我这个种的菜，那边嗰度香草，嗰度可以吃的花，弄入我的菜，入我的餐点底杯，那边我的甜点，然后我有一条东西入来。所以色香味俱全，它也来自我的后花园。全部真是俺人讲诶，全部从菜地发，因为都对你自家田研出来嘅。按你方有个咖啡糖对开始吼都经营，自家全部系你自家喺种吗？错，包括个设计啦，吼做也条水天也条嘛，系嘛？也个当然我这个唔晓得做，但是侬我这个去发包啦，我这个去请各那边人数来天数哈，水哪有水哪的师傅，水天有水天的师傅，从个铁工拢有每一种师傅拢无相同啊。对条东西拢唔自家去发落安尼。你开年从自家嘅生意嚟啊，有谈到唔讲，开间咖啡糖，今日咧反应系嘛嘅？好酷哦，妈咪！哎是一归赞同啊，因为其实我喺咧弹琴哦，我同我妹感情几好啦，伊做嘅太好，伊咩鬼讲噶，妈妈会无聊哦，无亲，倘若我有一个想法，因为到明年我嗰度朋友伊围绕着我，伊会感觉系你几欢喜嘅一件事情。佢會同人聽數嘛？會，有個妹實在幾等一下嘅妹，學東西啊幾夾，伊會同人聽數，家己已經先做錢包太好，呢樣先係，家己連假時間會鼓勵聽數。哇，安尼幾好呢！唔但將你自家有一個寄託啦，講規氣有事情好做，連每一個變成一個大家共下一家人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安尼，這個頭先我談到之前分享到講，唔能喺咖啡糖嘅名嘅腐嘅片，錯冇？嘿，安尼談風來，除了係態度順了，嘿咩還係聽人哋面容，人哋講嘅面容腐、中正腐佢嘅順係嘛？錯，而差唔多距離一個面容腐差唔多100-200公尺嘅哦。所以我揾翻嘅名嘅時間係咩咯？啊，呢一片面容腐呢片啊，安腐呢片。嗰時候就出家用安尼直觀嘅方式，他個談到我都想到，哦，一定係呢個腐嘅順係。哦，安尼你咖啡糖生意都更加差唔多都1舊啊？經進入第4年咧。第4年，安尼除了人這個盧卡安人反映吼，每人係支持嘛。其他人哦，都菜地嘅鄉親，談到講一片開一間咖啡糖嘅時間，其實我有真好奇講，你能愛開咖啡糖哦，其實我嚟炒料也係一個専門嘛。會門呢個度啦，因為畢竟從我嘅部嘅愛情哦，從呢個無從在地嘅嗰種部嘅啦，因為我引入嗰邊。搭配係國民嘅風格哦，所以看起來都唔多像上下一部嘅，所以我欣賞都本人咁啊，佢上嘅注意，佢好奇㗎，有個所謂嘅點咯，所以佢度揾入嚟門咧，佢度話團㗎，有一天做民宿，冇想到係一點咖啡糖，更加係咖啡糖，知道冇？前面人講到話，這個係咖啡糖吼，有加入咩？這個個人嘅風格吼，有這個一個理想嘅地位，但可以同人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人哋咖啡糖佢個外觀特色係乜嘅？按地位有用嘅那種木匠嘅設計冇？有，除了外形哦，就我對蟲嘅特別嘅花台，嗰少年也除了係。歐洲嗰度看到個重審種花哦，其實伊面容夠少，他個弄做鐵蟲嗰度哦，關起來咁實實嗰樣車嚟入來，我冇想到我攏冇做鐵蟲，係像做鐵嘅花架，種到一條花，本人我欣賞都可以咁，佢冇相同嘅喎嘅，當然地位特色就我以前我收集嗰度我一個 Q 嘅東西哦，結合我經點嘅。一個味道，所以應該規模相同。還有我點最大的特色，我也幾自豪，就我每作已經有空嚟種嘅花，就鮮花，所以有一個花園也實現我一個切花的自由哦，可以時從文化裡面都有花好看。除了外觀上啦，用自家嘅風格，可以一間咖啡糖嘅時間，有自家嘅一種理念嘛，就是說有的人講嘅咖啡有可能會堅持佢係用乜嘅，也係講用菜地。你自家對你自家嘅咖啡糖，當時有設定講，我有一個理念，我做係乜嘅嘛？
一方面哦，我必須上講哦，都我無講啊，同我咖啡糖嘅咖啡變成我最大特色，因為咖啡本身我頭都有講過，也係一種入門哦，同人互動嘅一個連接而已。其實我睇過嗰度係咧，我都支持我哋在地嘅一道咖啡糖，哦，嗰度師傅原本身為鮮體位、煮體位、西體位、鹹體位，原本身都全部都欣賞啊，所以我希望佢支持在地嘅一道師傅哦，因開店之餘呢，又可以個大家想用同行，但是我冇體位，我攏推薦拿體位。透過我一個地方，我啲氛圍冇相同哦，人哋都有個咖啡嘅，我講呀體位來是一個體位係來揀咧，師傅行嘅體位，你有時都可以去同買啊。哦，我知嘅，像之前你講嘅啊，都從企喺巨人的肩膀上咁樣，其實有專門嘅師傅，然後你都去買佢嘅體位，唔過佢片買唔係完全係咖啡，係一種人講用吧，一種朋友一種交流嘅嗰種感情，嗰種氛圍。點解面農業越來後生人貴起哦？可以冇咁樣嘅店嘅，像有嘅店做點心嘅、做飯嘅、賣糧嘅，越來越多嘅呢。像加上人家嘅咖啡糖，哇，真是面農好料嘅地方越來越多嘅哦。你一方仲拿一個體位係一間店嘅，也叫幾多間冇咁用嘅。幾多間其實幾多間店哦，因為大家輪流啦。面都有唔同，你啲師傅行嘅都有各自嘅特色啦。我係希望佢有種特色哦，可以俾每啲人客然之間嚟評估來體會。但是攏全部攏水準嘅體會啦，幾好嘅體會啊！你談開嚟，親像面農嘅咖啡聯盟咧，面農咖啡聯盟嘅，睇人入邊做全部嘅特色嘅體會都試得到。我也佢希望有係可以扮演一個角色咯，不止一個咖啡啦，其實係嗰度菜啲嘅東西哦，大家可以分享嘅啦。一多人有一種腔好嘅腔來營造一個社區那麼成功啊！觀眾朋友，原來呀，這原來今日嘅咖啡糖係按你來嘅呢，不過還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試杯咖啡也係試杯茶，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人哋農地開一間咖啡糖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尤其講用辦泡一杯好飲嘅咖啡，又係技術嘅喲。到底用辦泡咧，繼續嚟請教志雲姐吧。志雲姐頭都有講嘛，泡咖啡係一門輕重要嘅技術。唔睇有自家去請人學過，又係講自家有自家去苗路上學噶。一定攏有啦吼，苗路也好，也請教先生也有，包括今日拿體位也就師傅，也每個人研這個行嘅體位，按樣會做研最清楚吼，所以佢直接請教嘅都也就先生啊。唔過除了咖啡，有提供乜嘅點心啊，又係講料理本大家食冇？有吼，像我個注重嘅，家家攏係自家做嘅東西啦。所以種類無幾花俏啊，無幾多嘅安尼。比如講像一個季節有乜嘅，我都做乜嘅啊。像見有香蕉，我都嚟做香蕉蛋糕；有南瓜，我都嚟做南瓜派，諸如此類。特別係發現有幾多幾好食嘅香草嗰度有冇？有啲人有糖尿病嘅，無法度直接食糖，我做嘅甜菊一個甜味菊。甜味劑，你都可以搞一個料理地位哦。所以應該個標榜嘅都是個健康嘅東西啦。全部攏這個深山嘅田園嘅青菜啦、水果呀。你一個料理其實，志雲姐，你自家本身又唔係學業專門在做料理嘅啊？你做一啲料理嘅時間，會有多多困難冇？也係講特別要從嘅咖啡咁樣，要去請教師傅嚟做。其實佢創業嘅店哦，係你係做媽媽做嘅1-20年，就係做家庭主婦嘅時間，係攏啲時間都過去鑽研一道料理哦，包括甜點啊，特別各國異國的料理，一道因為生意上食你喺去傳統有食到乜好食咧，古嚟都會研究，做出嚟感覺唔會差。所以其實一個咖啡糖嘅，所以係家庭嘅延伸用嘅哦，幾多係你媽媽的味道啊，係生活料理，糖烘咧，真日頭都甜餅係咧，
最强的唔系嘛个，系人哋嘅妈妈味道新年嘅上嘅食，乜嘅都可以好好啦。嗰種一個咖啡糖，佢最主要嘅吼係一種幸福嘅美食，吼家庭嘅延伸。你種嘢冇一個幸福嘅，唔看有好嘅量嘅啦，好嘅料理可以食，啉咖啡啱都較重要嘅。你講好嚟，而家冇有邀請幾個朋友，有啲同學來去咖啡糖坐冇？哦，有一個開幕嘅時節咯，其實過睇安尼客源咯，係你嗌每個同學。對結銷各種高中太好，哇！從而言真是歸支持啊，歸支持愛每亮亮，特別有那亮亮，特別愛媽媽一個，因為也對韓式愛都同一啲學生誒，他各個學程嘅同學，我也都跟他們互動得非常頻繁，就像好朋友。自從來俺都家食飯。哦，你做好事，大家都認識到，都평下認識嘅，哇！你嗰種嘢嘅咖啡糖其實也傾訴到後生人嘅反應，佢哋可以去炒料嘛。哦，你幾多種嚟講啦？前面嘅時間我有講到講已經沙琪洋蔥有幾多種嘅方式。至於這你自己希望講嘢嘅咖啡糖唔單止係做一啲咖啡糖哦，佢還可以做一啲沙琪洋蔥，大家更好、更好嘅一啲目的啦。你自己有用辦嘅規劃來做一件事情。一般他家上到米農哦，他有個都我哋咧白玉蘿蔔收成的時候，也過年咧也有花海花季哦。其實佢雖然帶來幾多人潮哦，但是攏曇花一現。差不多一下嘅都坐回嚟冇路皮咧好棒嘅，也冇花好看嘅，都差不多都離開嘅哦。我都感覺幾可惜啦。上下唔講，因為高料其實唔係高料嘅問題，係要去甘薯要上下嘅一種慢活慢節奏哦。看緊啦，將近拄到水土無嘅用嘅生嘅哦，可以幫小朋友底下一個食農教育嘛，底下一個。無誒，我們吃得到米，都對也是安尼來嘅。特別你看，你食得番薯嘅，產啲種喺天下大校放起來樣有食。就幾多，我希望跟米農嘅一個好用一個咖啡糖開始介紹俾一個朋友。所以見咖啡糖地方有增加一個腳踏茶嘅，加腳踏茶不願意去慢慢嚟看。看人哋附近嗰度百年咧，有條廟啊，特別嗰度上下嘅視察嘅10個月都錯過了。用去腳踏茶嘅方式，我同人講，但是有嚟條好看嘅。最重要係一種教育嘅傳承哦，就會本一條細年底下講一種東西飲水思源嘛。什麼嘅東西係對來嘅，因為佢希望係可以做到嘅一點嘛。就從應該一般來講，有點像是人哋更加講遊客中心也好，也係講伊個文化嘅中心也好，做一個中心點。本大家來到嗰邊唔單止可以食咖啡炒料，還可以對嗰邊可延伸出去附近的可以看有人哋客家文化，白宮啦、廟甚至於講還可以去認識米農最多嘅係乜嘅係好山好水種出來好嘅農產品，食農教育嘅部分。你有個部分。資源即係你自己可以帶，也係有同沙琪有同地方上合作咧。係一個重點嗬，因為所以我希望透過一個節目嗬，可以幫嗰度米農嘅一條朋友啲哦。我當日一啲人孤掌難鳴哦，一啲人力量個薄弱，還有一條希望一條志工朋友哦，對一條文化特別地方想去加盡一份力量嘅朋友嘛，歡迎來我咖啡糖，大家共下來做。因為我當日一股咖啡糖，但是也對我嘅歡迎嘅有人來聽數帶一條，我也個希望有請到一條在地大家共下可以共同來打拼也幫市內嘅朋友可以跟米農介紹俾大家啲啊。都等於講一片係一個基地啦，都大家對一片可以出發。唔過都講到一片，都好唔能咧蔬菜嘅味素改好，睇個米農戶嘅順效。聽唔自家嘅規劃，也係講唔自家嘅想象地位啊。對一件富吉片咖啡糖，可以延伸出哪條嘅行程，可以去交流嘅，有一個想法嗎？有。像係第一站最強咧就青營伙房依家嘛想到伊啲退休嘅先生所以佢有心做
就是青少年嘛，银就银发族。沿用中世代可以营造一个几好的学习的空间、休息的空间第一张佢嘅地方应该离係差唔多500公尺嘅再來呢，像我哋有一個有名嘅三山吉王廟，有個吉王廟啊，真係歷史幾久不管我滿好事壞事也係過年過節，也係賣新茶嘅，聽講有個新茶嘅你要俾佢講啊有個三山吉王廟係咧最靈嘅，所以我即個有看過噶，嗰度茶尾買嘅新茶落去俾佢講尤其一個廟係佢稱讚伊點出因為環保嘅觀念伊也冇用嗰條嘅紙泡嘅，用天然嘅紙泡嘅，一點對地方特別對環境對環保算佢太貢獻啦。再來種在過去嘅工業批是大家眾所皆知，應該個底下係蝶舞間係個太露營區像個最 Q 的花海，就係那花期末的盛開。但是嗰度人忽略了，其實還有一種那雙溪的母樹林。一個母樹林可以像健行登山，那個分多金之多，就本人幹嘛幾容易就可以親近那一個地方啦。用難度也不高它就唔會幾快行嘅路啦。也就話算幾好去了嘅地方你知唔知？都頭到小嘅係對年咖啡堂出發，同大部分係喺挪威嘛。假使講其實我哋弄啲南部一下半下，尤其係熱天嘅時間，日頭暗藍，大家都冇想中睇下東珠啦、早晨嘅時間出去聊嘅時間，坐喺年咖啡堂，除咗食咖啡講故事、打嘴鼓之外，還有哪度嘅發展可以睇年嘅咖啡堂地杯？金行係咪？從我哋地方係有提供一個電影欣賞都比如講有像應該係推薦的影片也有幾好睇嘅演唱會，裡面係其實有投影機嘅可以最起碼2點鐘你來好好欣賞影片嘅嘛可以。還有一個也可以推薦嘅像我哋啲好鄰居我們的客家文物館，客家文物館另外其實係幾群嘅，佢地杯幾年都有人去，嗰個是料味嘅可以再落去其實看一下我哋啲客家博物館，是地杯有嗰度專人嚟同人介紹嘅地杯客家嘅文化，所以除了我幾片以外，我感覺最 Q 呢都有個客家文物館，大家可以利用有個幾好嘅地方等我哋分享係面對一件事情咧，頭擺我還記得講我哋裝備甚至講我哋自家啦去到傳統食飯嘅時間，有個傳統個特別咧，佢哋會邀請嗰種樂團，也係講歌手嚟去駐唱，我哋講那卡是啦嗰種嘅，像有這種一種想法冇？我可以邀請到彩鐵樂團啊，和歌手嚟去駐唱，甚至講佢哋可以嚟教唱客家歌嘅，有一個想法冇？這麼讚嘅節目，我本來有法度想講一個想法，實在係這個本身就係音樂對我嚟講係生活中這麼重要一件事情。其實係打造一個咖啡堂還有一啲幾重要嘅，幾希望嘅也是有法度食衣住行娛樂。在樂這部分每一條客家鄉親也一條喺個高雄屏東台南嘅朋友，有發布人也是感受一個現場自彈自唱也好，也一個的素人歌手，還是說這就近的高中、國中，他只要會唱歌或者是他有樂器這個專長，我都會希望也會加入一個行列那可能伴隨着我們就是按不同的時間農忙之後大家有閒也可以飲一杯飲料也是把微酒精的東西可以彈歌嘅彈音樂也個真是也係當然當中長期嘅目標啦，希望也個在差不多再過1年的時間本來鋪一鋪個紮實打好一個基礎嘅透過一個節目有朋友談到也是有可以做來同佢聯絡大家來打造一個更熱鬧、更有趣的美濃。歡迎音樂台灣各地的音樂人，假使講有興趣可以來到這邊大家傾下來。光想到一點你講過幾奇妙呢？主題之夜，那喺咖啡堂喺美濃地方有一個主題之夜，其實都更加位置。大家去到一個咖啡堂坐了的時間，人哋鄉親朋友會有其他建議嗎？
因为當然一種啊吼，我已經佢主要嘅人客係咧，我有同民宿合作一個早餐嘅部分哦。一個民宿就我哋算面同佢有特色嘅黑椒嚇，香蕉與黑椒三合院一個鐘老闆哦，也拜去我去了到伊去消費到伊感覺一個類，大家同我合作應該幾好一個從事哦，所以已經也嗰度每個人客。而嗰度每個人客哦，嗰個住宿嘅客人也早餐都應該也是移動到內湖那邊也變嚟用村啦。所以有啲每個人客咧就本來回饋也算幾大哦，尤其係看下啦三四十年嚟哦，要透過一啲國際人士哦，本來嗰度叫餐飲上的一些回饋，我感覺算本來幾紮實嘅一種腳步啊，咁啊要繼續走，也係呢幾有力量嘅一點啊。哦，觀眾朋友，冇想到我哋志願者其實嘅咖啡廳唔單止可以飲咖啡，有食點心，甚至於講可以來做一個文化嘅中心呢。不過我哋外國朋友同在地朋友佢哋本期嘅建議，還有哪條嘅故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來分享哦。志願者今年嘅咖啡廳吼，除了好飲嘅咖啡和點心之外，條到我也請好奇講，我哋嘅外國朋友今年識到志願者今年嘅餐點哦，今年嘅點心有乜嘅建議呢？繼續嚟請教一下志願者吧。志願者，條到有講到我哋外國朋友今年嘅口味同我哋係冇共用嘛？今年本唔乜嘅回饋可以具體同大家分享一下冇？好，我感覺幾歡喜哦，因為我一個人後擺能夠唔掂人20八個哦，但是我也是買我特色，就我一個用到蔬果沙拉套餐哦，一個蔬果套餐。嗰種唔談到嗰度食錯咗嘅哦，其實唔係哦，我基本係用一條日本嘅安尼材料哦，一個調味哦，一個醬料嗰度，我用係這個安尼方式去給調整到，就醬料是靈魂啦。底部當然加幾多一條除了在地嘅食材哦，季節食材，還有像安尼嗰有特色嘅客家豆腐，一個飯豆腐，唔係像安尼食唔感覺冇乜嘅。哦，但是融入啊，我一個料理地步嘅時就，我曾經嘛有本意咧，我哋本地嘅人客哦，伊去說我講，唔厲害呢，一個安尼食起個安尼飯豆腐嘅味都冇相同嘅咧，係啊，咁啊一種係幾歡喜嘅，啊包括因為我個人畢竟一個我哋咧氣候冇相同哦，有啲嘅東西引起冇種啊，我哋也是有，哦包括種迄個咖喱麥。都小番茄食起來味絲嘛冇相同，我即個種嘅跟蘿蔔麥嘅，特別我記得哦，將一個토마토嘅味絲都冇相同啊，所以也部分只有人識嘅嚟會識把說明一下個一個我哋在地冇相同嘅地方嘅自來食，哦啊人佢送到嘅啲啊，人會感覺講魚樣一個真是幾特別哦，特別我咪曾經有一啲喺法國長棍麵包哦，對於啲法國嘅家庭哦，而同埋說係講哦。一個係你唔做嘅喎，一個係啊，係佢講一個儀式唔關，如果真是幾好食，而家幾厲害，唔法不做到嘅。從今年法國嘅味道共用。係，所以我講啊冇簡單，啊尤其從乳酪、乾酪，雖然有唔係我哋啲地方嘅東西，但是一般嘅人，從台灣有啲人個食唔慣啊，啊我希望啊透過我料理地方嚟放嚟控一個東西下去，有冇？人食起來一個乳酪都唔係嚟粗嘅味，就有啲啊，佢營養又拉白咩？哦，一個營養也算營養素之一啊。真是的，從個飯豆腐和皮一個沙拉嘅，實在冇想到嘅，都係很用飯嘅味道，講嘢有限嘅，可以嘅做一下。上個那陣都係很麻嘅一個味絲。啊，不過除了安尼之外，其實大家冇共用族群吼，大家食咧也冇共用嘛。佢說除了沙拉之外，食材嘅食飯咧，唔定唔見都有一個餐點可以食到。係錯，所以我講我選擇買一個哦，又係感覺一下咧，又我自己會堅持哦，因為我哋面農過有名嘅班嘅啦，麵包班，牛肉麵又算又前邊人專門都去做嘅，我冇想過我也是去做一種東西，佢都不願意穿，不願意做哦，我也提供一個都講食材人來食一個也食得，食起過有滋味。
可以同我讲，我的蛋奶素还是五星素，来要做样来去调整哈。食荤的朋友啊，虽然也是食唔到太鱼太肉，但是像加，比如讲德国香肠啊，也就实在有一种无相同的味思的下摆太鱼太肉是过后来，我而且食也就清下味重。来到一方面，对嗰度朋友也算過接受啦。要加上好啉的咖啡啊，迄一條飲料就有嘛。本是一種感覺一種蔬果579，唔過容易對我也是都得到可以全方面的滿足啊。唔單止好心情睇影片可以放鬆，連身體睇影片，食到東西也可以過輕鬆，係一種氛圍呢吼。安尼開幕到更加出行嘅，除了個菜體嘅詳情之外，有拄到個特別嘅人行無？有像有感覺下擺點我拄到一條同性的朋友同性的戀愛朋友，原來都個也是個感覺，因為個尊重一條米，他搞個人權多元出去，多元的安尼，個自然走太遠不然感覺個自然啊，唔會有感覺，有啲人相信係會帶一條無輕鬆的眼光來看人，但是甚至有啲夢想希望發現哇。喺發現因為佢係能建設得到嘅辦人嘅函數嘅啦，法嘅都係冇人講。一次個希望佢是可以辦一個婚禮啊，辦一條包括個用迄真是無本人按祝福嘅一條情侶可以應該佢是辦一條小型嘅婚禮。有食有喝又有聊大家可以吃菜，可以接受一條真實關心愛人的人的朋友嘅祝福啊。談好嚟嗰好呢，像人家個田園，就像人家講嘅田園式婚禮咁樣，可以翕相，可以辦一個戶外嘅 buffet，哇！嗰讚呢一件事情呢，除了一個不用注意到之外，佢呢又點到某個特別的食嘅東西，本給人經驗的嘛。相同也係佢哋主要買東西，人話相同食到以為本來嗰種，因為我哋接待一個人客真是佢注重嘅都人有適合冇，食得佢搶都表示好食咩？就啊，我佢本來回饋都當然，食得佢搶以外，有啲咩人感覺唔買東西冇嘛相同我對人家冇唔錯，因為講起來咖啡湯嘅競爭啊，佢睇但是我盡量唔去囤，也就講要買一個我都天開買一個，唔買嘅我要天開買一個。其實我感覺冇事嘅話呢，都他家行出自己嘅特色啊。所以目前來講，也就嚟消費高嘅人客，應該對我啲東西都算係滿意嘅，安尼啊。包括一個評論上嗰度評論迄一個喺宿舍嘅人寫嘅係無嘛嘅喎，迄個都唔宿舍嘅人同埋本來喺度5星評論，都真是會感覺本來佢太力量啊，會繼續往前行。其實有幾多嘅東西係人這個做事嘅人喺表面上其他人表面上看唔出來嘅，開幕到更加這個有遇到某個困難嘅挑戰啊，甚至於講本人有咧個太打擊嘅嘛。目前嚟講，公司嚟算係幸運因為嚟得失啊唔會按睇啦。咁又講因為我開一個店，我莫忘初衷我非常上嘅想法都，嚟本身都想去上下生活。唔講本身同賺人嘅錢本身就冇咁簡單啦。所以我唔會講自己嘅持續嘅一天去生意一好。最起碼目前來講嘅人客，雖然唔係講年年都爆棚但是現有來嘅人客，本來都過正面嘅鼓勵特別回饋啦。尤其外客，其實上下老實講，好多人嘅外客啦。本地人嘅意思就，如果留下來大家差唔多都老人家老人家唔過因為咖啡湯消費，其實有個幾率冇高啦。但是我願意㗎做一啲安尼一啲前導包括我頭先聊完到㗎我想法，像我種嘅屯面龍帶出來，本他個利用一個店做一個封片嘅據點本身第一個迄附嗰邊有乜事情可以對，也是他個參詳，一個可以對我也是做一啲延伸。所以講起來，老實講，目前係冇㗎讀到，因為佢也冇過久啦，係冇㗎佢睇乜個本來冇不舒服的感覺。等到係呢個即個腦中想去做嘅東西過多，包括我頭先有啲縫牆燈，一個縫牆燈本來伊冇縫牆燈，就將黃燈，因為因上黃燈，係講唔錯因為
既然你他搞无法不会遵循，所以要停啊，要冲啊，要样的，所以我想拢过极力去争取噶，一天要比恢复一个凤翔灯的运转。因为现在点门的话，你看到佢也摆茶货的嘛。老人家他摆当然他个冲金的，还有上个想拢冲金，因为黄灯哦，规快，按照慢慢来行啊，唔错。所以我也想拢积极去屯哦，我那个朱信强议员哦，听说也对恢复一个凤翔灯的运作。啊，特别跟科文馆这边也无话咧 U bike，U bike 也相同嘅，也摆相同有请一个主持人哦，特别客家文物馆那边李总哦，他家对向下由民间啊来去申请啦，佢啦有法部分交通局哦，因为评估佢啦做对多申请嘅局合查，因为请嚟这个又唔拉啦，嚟这个又买局合查，但是这边係希望嘅一啲後生嘅因坐公車，坐落嚟人家客運站嘅啊，因可以卡一刷就有拜可以用。啊，因為對客家文物館出發嘅呢批棉農服，其實咧路係最友善嘅。而且也就冇局合查嗰弄hết啊，嗰考試，所以我都有積極也申請，希望佢可以真是審核。OK， 可以幫我哋用多啲啊，10個台也好，20台也好，個多嘅一條安尼叫合查，每一個民眾個好利用來。真是像我這個以民農嘅經驗來講，睇個民農府主編哦，真是幾適合來去叫他查，行路去叫他查，適合體驗嗰種慢活嘅生活，都蠻適合呢。你對未來嘅規劃，其實志遠這條都有講到幾多嘅嘛，從營屋啦、花園，甚至於講人家結婚嘅個戶外場地都有準備好。這個有啲想講嘉義堂，下一班可以規劃到其他乜嘅擴充嘅嘛？因為之前上嘅一條按照想法有冇？其實都一步一步去實行嘅，所以我個希望㗎一個係啲嗰種人來參與哦。來參與來每年有每年嘅想法喎，依家一定有利於一定民農嘅推廣，有沙期嘅營造，我都會樂意配合啊。觀眾朋友，今晡日啊，志遠在按嚟分享，係咩同各本人共用？請想要來行一擺民農去看一下，材料一下是比嘉義來談看下先，按嚟民農還有哪可以去行料，還有哪可以過好嘅嘛？今晡日再一次感謝按嚟志遠在帶來按精彩故事同分享哦，多謝。多謝客家電視台嘅邀請哦，我真係希望㗎透過一個節目可以幫我哋一路去民農用心打拼嘅人可以幫大家認識，有乜嘅意見反映來民農多多指教，感謝。好我行料之前呢，最重要行聽嘅人哋欣賞，夾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